啊，接下来这一位有什么好看的呢？哇，这个团体也非常的厉害啦！厉害，厉害，所谓厉害，就是他们有更年长一点啊，更年长，更年长一点，比父母还要再年长一点吗？对，就比妈妈还会再年长，可能已经当阿嬷了，对，阿嬷阿祖，没错。我们这一群爷爷奶奶呢，我们这些长辈，我们在他们每个礼拜五呢，早上的时间就会来到教会，他们在这边他会下棋、泡泡茶，然后跟彼此聊聊他们的生活。他们一直聚会到下午2点，中午会一起吃饭。哦，好温馨哦！没错，这边交朋友多好。没错，他们是隔周嘛，隔周第3周，每个礼拜五。礼拜五。好，哇，那再来看到他们的节目名称，夏威夷绚烂之夜。夏威夷绚烂之夜，想必非常哇，很火辣的感觉，很活泼，哇，有热情这样子。洋溢后。不过呢，他们配的歌曲又不太一样。是什么？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，就是日本的语言唱的歌曲，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来掌声欢迎我们松年团契所带来的夏威夷绚烂之夜，掌声欢迎他们。全部都帮我放在这个就好。寂しくて
常非常的优雅，非常优雅。没错没错，这气质非凡啊！对，真的是气质非凡。对，就是耶。你看他们，虽然可能也当了奶阿嬷，有可能当阿祖的也有。可是你看，他们来到教会，在这当中彼此分享他们的那种喜悦。对，他们透过这样的舞蹈，能够来呈现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掌声。哇，真的非常绚烂，非常惊喜，这样子。